屬鼠今年沖太歲，沖代表動代表變化，有千年外出變化之象。咁但係咧，沖太歲就好極端，人變好，有人變衰嘅。如果你屬鼠生喺呢個8月8之後3月6之前係變好，有任何機會可以放膽嘗試。尤其是如果你已經知道入咗大運，所以積極進取。咁變衰咧就3月6到呢個8月8，尤其是5月6到8月8，可以唔變嘅話，打死都唔好喐，真係冇辦法啦。因為沖太歲。公司炒咗你，或者裁員，或者係遣散，咁你都冇辦法啦。就揾翻份工，就唔好當事業，當求其打份工。所以3月6到8月8可以唔喐，打死喺原地唔喐。就算目前環境唔好到啦，都頂住，起碼頂到2028秋天咧，先係第一個稍為可以轉嘅時機嚟㗎。相反，8月8到3月6有任何機會可以放膽嘗試。咁但係屬鼠今年就係沖太歲喎，沖太歲同犯太歲都係容易筋骨手腳受傷，容易手指背脊受傷，尤其是農曆5月同埋11月喺度捐血洗牙化解。咁但係沖太歲咧就冇個悲觀負面情緒，只係小心容易意外損傷啫。今年吉星有月空都能夠逢凶化吉，減輕凶星嘅力。凶星有天哭、大耗同埋歲破，歲破就犯太歲嘅意思，沖太歲嘅意思啦。天哭就心情不佳易哭，咁大耗咧每次沖太歲咧都有大耗跟住鬥到，大破財，所以沖太歲特別容易搬屋或者買屋。用一筆錢嘅，所以今年如果正常用錢係就係啱嘅。如果唔係買屋搬屋用一筆錢，咁就可能會破財啦。所以今年可能可以嘅話，盡量用筆錢買啲換得翻錢嘅嘢，就唔使白白破財啦。